1月份1第8節安樣因講到，係講切家冇嘴，切家都騙單沙，因為到真理冇吹家嘅內容，但係呢，因為切家細到睇，每隻人都跌落罪惡嘅方面，其他切家單沙做嚟按多錯，在上帝裡面都跌落罪惡嘅方面，所以係每人講佢冇嘴，佢都去騙佢嘅單沙。嗱，1月份書1第9節安樣因講到，係講切家信任切家嘅嘴，佢公平嘅上帝，忠心嘅上帝，佢能夠原諒切家嘅罪，能夠赦免切家嘅罪，親像切家嘅心，從呢一切嘅壞嘅方面，親像切家嘅罪，親像切家五臟嘅心，所以切家要謙卑嘅心嚟到上帝嘅面前，承認切家嘅罪惡，給上帝原諒切家嘅罪惡。1月份書2第2節安樣講到，給耶穌都係火死，格切家一切罪惡嘅方面，所以每個火事呢，去十字架嘅啲，當佢死嘅下，佢才赦免自家嘅罪，擔自家嘅罪惡，火是自家嘅罪惡，在上帝嘅面前，自家冇罪，阿沙自家口裏去信任，心裏去相信上帝係自家嘅救主。因為到佢接下去講，咩大槍擔自家單沙嘅罪惡，佢擔了全世界人嘅罪惡。每人世間了聽到樣嘅福音，耶穌死在十字架，擔自家人類嘅罪，赦免自家人類嘅罪，謙卑信任嘅救主，信任嘅上帝，自家嘅罪並且赦免佢，才讓人自家愛嚟信任耶穌基督係自家嘅上帝。唔係咱阿三你講上帝，我相信你係我嘅救主，我相信你係我嘅上帝，係我嘅天父，落我心中，甲我同在，你是得到嘅恩典。阿門。